Hello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呢個 AirPods 收納包嘅勾織方法。除咗做收納包之外咧，佢仲可以用嚟做吊飾掛喺手袋上面噶，同埋仲可以特別啲加啲珠串上去。咁我哋需要用到嘅工具就係鈎針、縫線用嘅針、鉸剪同埋記號扣。我哋今日就會用粗少少嘅冷，咁呢一個冷呢，佢用嘅針呢就係要4.5至5.5mm 嘅針啦。咁我就會用細少少，用4mm 7號針嘅。咁我哋而家就可以準備開始啦。首先我哋會做一個環形起針嘅。我哋右手拎住條線，然後喺左手食指度翹3個圈，左手做返個手勢，食指，然後用我哋左手嘅中指同埋手指公揸實3條線，將鈎針穿入個圈入邊，然後勾一條線出嚟，然後再勾一條線穿落個窿度，咁我哋就可以 lock 實咗個圈啦。咁你嘅左手食指啦，同你右手揸住支針嘅時候呢，係可以咁樣左右，容易控制到條線嘅鬆緊啦。咁首先我哋做呢個係鎖針，然後就開始做第一個短針，穿支針入個圈入邊，勾一條線出嚟，然後再勾一條線，穿晒2個窿。咁就完成咗一個短針。咁初學嘅朋友呢，就可以用個記號扣喺第一個短針上面啦。然後我哋會喺呢一個圈裏邊呢 total 勾6個短針嘅。咁而家第2個短針啦，勾條線上嚟，然後勾一條線，穿晒2個窿。咁第3個短針啦，勾一條線上嚟，再勾一條線，穿晒2個窿。咁然後就第4、第5個短針，第6個短針，然後我哋就可以做收針去完成第1圈。可以拉緊少少頭先勾起嘅6個短針，然後我哋可以輕輕咁樣拉一拉條線。咁你會見到呢，其中有條喐緊嘅線嘅，咁我哋就拉緊喐嗰條線啦，然後收緊咗之後呢，就可以拉埋個尾巴嗰條線啦。同時呢，我哋可以數下呢一個圈係咪有6個短針啦。咁首先呢，由倒數開始啦，呢個第6個 V、第5個 V、第4個 V、第3個 V、第2個 V、第1個 V， 咁就即係我做咗6個短針啦。然後我哋就可以做收針啦。做返好個手勢先，手指尾、食指，將鈎針穿入去第1個短針上面啦，然後勾一條線上嚟，直接穿入個窿入邊。咁呢一個就係個收針。然後我哋開始第2圈，做一個鎖針，喺記號扣位置做一個短針，勾條線上嚟，然後再勾一條線，穿晒2個窿。咁我哋可以將記號扣返上第2圈嘅第1個短針上面。然後我哋可以喺第1個短針嘅位置呢，就會做一個加針，做多一個短針啦，即係喺同一個位置穿支針，然後勾一條線，然後再勾一條線穿過2個窿，咁就完成咗第1個加針。然後第2個我哋都要做加針嘅，咁啊第1個短針啦。
然後同一個位置再加多個短針。我哋總共要做6個短針嘅加針嘅，所以即係咧喺每一個窿入邊咧就要做2個短針啦。咁而家係第2個窿嘅加針，然後第3個窿第1個短針，第2個短針，然後我哋就可以完成埋剩低嗰3針嘅加針啦。完成咗6個短針加針之後呢，大家都可以數下有冇漏針啦。咁然後睇下每一個窿呢會唔會有2個短針。咁你會睇到呢一個窿裏邊會有2個 V 嘅。咁呢個就係第6個窿裏邊嘅加針啦。咁然後就可以做收針啦。跟住我哋就可以勾第3圈，先做一個鎖針，然後喺記號扣位置做一個短針，將記號扣抹返喺我哋嘅第1針上面。然後我哋會喺第2針上邊做一個短針嘅加針，喺第2個窿穿支針勾一條線上嚟，再勾一條線，穿過2個窿，第1個短針加針，然後第2個短針加針，跟住我哋就會重複呢一組短針加針，total 做6次嘅。咁啱啱就做咗第1次啦。而家係第3個窿，做一個短針，然後喺第4個窿做一個短針嘅加針，第2個短針，之後就可以繼續做埋餘下嗰4組嘅短針加針啦。完成咗6組短針加針之後呢，我哋又可以檢查下呢一行第3圈啦，即係夠唔夠18針啦。我哋可以睇清楚係咪每一針都係一個短針，然後第2個窿係一個短針加針咁樣咯。初學嘅朋友呢，真係好建議大家每勾完1圈數下係咪夠針數，因為你同時都會慢慢咁樣會學識個針數係點樣數，同埋點樣睇嗰個針。咁之後我哋就可以做呢個收針，完成我哋第3圈啦。記得每開始新一圈嘅時候呢，我哋就會做一個鎖針，然後我哋就可以開始我哋第4圈啦。先喺記號扣位置做一個短針，然後喺第1針度 mark 返個記號扣啦。
跟住呢，我哋會喺下一針度做一個加針，然後再下一針做一個短針，即係呢，我哋會做一個短針，然後加針，然後短針，為之一組。即係呢，我哋而家喺下一個窿度做一個加針，跟住下一個窿做一個短針，然後我哋一齊再做多一組。下一個窿做一個短針，然後下一針做一個短針加針，之後下一針就做一個短針，然後大家就可以跟住做埋之後嗰4組短針加針短針啦。完成6組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喺記號扣位置做收針，完成第4圈啦。跟住我哋開始第5圈，先做一個鎖針。第5圈嘅 pattern 呢，我哋就會喺頭3針度做一個短針，然後第4針呢就做一個加針。第2針做一個短針，第3針都係做一個短針嘅，然後第3個短針，然後下一個窿呢就做一個加針，跟住呢，我哋再做多一組啦。第一個短針，第2個短針，第3個短針，然後下一個窿就做加針，跟住呢，大家就可以完成埋餘下嗰4組 pattern 啦。完成6組 pattern 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喺記號扣位置度做收針，完成第5圈啦。跟住就做一個鎖針，可以開始我哋最後一圈第6圈啦。最後一圈嘅 pattern 呢，就係先喺記號扣度做一個短針，然後我哋又喺第一針度掹返記號扣先。跟住喺下一針，我哋會做一個加針，然後之後3針呢，我哋就會做一個短針嘅，一個短針，兩個短針。3個短針，然後我哋繼續重複呢個 pattern 啦。一個短針，然後下一個係加針，然後3個都係短針，
然後餘下嗰4組 pattern 呢，大家可以繼續勾埋落去啦。完成咗6個 pattern 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喺記號扣位置做收針，完成第6圈啦。跟住我哋可以先除咗個記號扣先啦，然後呢，我哋就會喺呢個圓形上面呢勾8個鎖針。我哋會首先喺呢一塊圓形上面呢做一個短嘅圈俾佢嘅。其實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呢去做唔同數目嘅鎖針啦。完成咗8個鎖針之後呢，我哋就喺同一個位置，即係我哋除記號扣嗰個位置呢，做一個收針嘅動作嘅。大概你就揾返第1針啦，然後做收針嘅動作，勾條線出嚟，穿晒個窿入邊，然後就可以留長少少條線，剪咗佢。咁我哋呢陣間就可以用呢個縫印針呢縫埋啲線去啦。咁我哋要另外勾多一塊圓形啦，呢一塊呢就係頭先勾好嘅，咁啊8個鎖針嘅短嘅圈啦。咁然後我哋喺另一塊嗰度完成咗第6圈之後呢，就要勾大概35至40針嘅鎖針啦。咁我哋會喺呢一塊圓形度呢勾一條長嘅繩俾佢嘅。長繩嘅長度呢，都係同頭先一樣，可以根據大家嘅喜好去做唔同嘅針數嘅。咁我大概呢就做咗36圈啦。但係呢個長度最緊要呢，就係要可以穿過去你呢一個圓形度嘅。做到想要嘅長度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喺第1個短針度做收針。然後拉長少少條線啦，就可以剪咗佢啦。咁嗰啲線尾呢，我哋就可以用縫印針去埋咗佢。完成咗2塊圓形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喺其中一塊圓形上面用縫印針去縫隻眼同埋個嘴啦。跟住呢，我哋就會將2塊圓形縫埋一齊嘅。咁我哋先睇下點樣分底同面啦。咁我而家左手邊呢一塊呢 show 緊就係底啦，然後右手邊呢塊圓形就係面嚟嘅。睇到啲紋呢，大概會有少少唔同。我哋陣間呢，將2塊圓形縫埋一齊嘅時候呢，就需要底對底咁樣，然後縫埋一齊嘅。咁我哋就可以先縫咗隻眼同埋個嘴先啦。咁首先拎起我哋嘅縫印針，同埋揀你鍾意顏色嘅線啦。開始縫之前呢，我哋可以先喺圓形嘅底上面縫幾針先啦。縫嘅時候都可以留意下，小心唔好穿咗去面嗰度。
縫完個眼同埋嘴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喺圓形嘅底嗰度做一個收線。跟住我哋可以拎返另一塊圓形出嚟，然後我哋就可以開始將佢哋兩塊縫埋一齊啦。記得要圓形嘅底對底咁樣合埋一齊。我哋可以喺長繩嘅中間位，然後左右各數5針。數咗5針之後呢，我哋可以用記號扣去 mark 低啦。咁左右呢5針即係 total 10針呢，我哋就會唔縫嘅，因為到時呢個位呢，就可以俾你哋放耳機啊，或者係其他小物入去嘅。又係開始縫之前呢，我哋可以先縫幾針，去埋咗條線先。咁我哋呢，可以先將呢個長繩穿去個短繩入邊先，到時就容易啲縫啦。我哋可以先將條線穿喺記號扣左邊嗰一針度，然後喺另一邊圓形都係同樣喺長繩嘅位置，然後左邊數5針。咁我哋縫嘅時候呢，你見到呢度有個 V 字，有2條線啦。咁我哋只會縫出邊嗰條嘅啫。係啦，咁我哋就係縫呢度1條線啦。縫第一個窿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重複再縫多1針。跟住我哋縫每一個窿嘅時候呢，都係挑每邊1條線去縫嘅。縫到去記號扣位置隔離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數下面頭嗰一塊係咪又係剩低5針啦。啱數嘅話呢，我哋可以先除咗記號扣，然後我哋最後尾1針個位置重複再縫多1針。跟住我哋就可以將條線穿入去個內袋入邊，然後就做收線嘅動作啦。咁我哋今日呢一個 AirPods 收納包嘅歐積分享就完成啦。希望大家都鍾意呢一個咁有實用性嘅收納包啦。如果大家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，都可以 comment 留言畀我，我會盡量解答大家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